别人午安。哦，啊，安尼讲，哦，真容易嘛是。今仔日互客会甲大家学习是感谢咱上迄主笔讲的是阮做书的同事，书本就是后代一个大德咱老先人五代牺牲，遗守在先在前人咱现在的周前人搁咱房间传书的主笔宣传，搁咱过去咱的泽恩大仙。周美禅师会甲咱主笔甲咱栽培互咱今仔日才有即个机会来遮参与学习互咱是足粗汉啦无法度，因为这信管大部分拢是咱活师尊甲咱主笔宣传的但是互客较无法度去体会着咱师尊的圣意，只是讲入皮囊而已啦今仔日要讲的这修信观的叫做人清人假伊的调是假日，即个咱咧即个流时咧是叫做春夏秋冬拢做有关互客着来一起来讲解，因为时间的关系，互客无咱各位先来做伙念一个叫伊叫地鸟人路地，走头路路有阻来衰。大愿小愿不前了别，只要保佑无少大家。夫妇恩恩，万般一切，种种的过程有相体会。人生真假，拍清着乱的，人生的真谛，不只是名利这两个。这是头一段头一段伊讲叫天叫地鸟插路地，走头路有阻来者。其实咱伫即个咱伫即个人生在世，一定会有当时会有一寡足无助的时阵讲当时身体上或者是事业上、家庭上咱会觉得足无助。伫即个当中呢，咱有当时敢讲咱大姐无法度解决的时阵，咱有当时会去求这个佛祖求这个仙粉也是这庙里这个即个这个神兽主天神是来甲咱斗相助啦所以咱讲有会讲道人道神所以讲伫即个所在咱发生着一个过去咱基督主发生的即个代志，就是讲伊阵无感觉讲胃咧疼上帝真是我无法度讲咱讲清楚实在解去互检查讲伊胃内底有真正是乌这无共这着爱开刀所以已经伫遐带伊准备咧开刀所以准备咧开刀即摆伊伫咱伊着算讲指引像咱迄种凤姐伊着有来食付钱小姐求食付钱主笔就是讲开刀互伊会当较顺势的啦但是所以讲来遮点香甲食付钱小姐迄个是讲伊大迄床迄个病床塌迄治疗伊当做咧地动所以讲结果到尾讲伊别人别位拢无咧紧担家伊迄个床咧摇所以到尾有一日敢若像咱遮有迄个刚才讲这就是咱这个换血有中个甲破转，因为讲安尼摇下了计到咧开刀的时阵因为爱搁先确认迄块乌乌的物件对所以讲家看咧迄块乌乌讲竟然无去就是迄病就是咱这讲咱佛师尊就怎啊家己安尼摇下块乌乌的迄个就是迄阵
咱拄仔做成绩的时阵，迄食着迄成绩有安尼调面吼，所以甲迄个乌乌的团摇一个怎么担落来？所以吼，咱就减吼，少了爱做一刀啦吼，所以讲有当时是爱练也爱习，所以讲当咱有当时做无助的时阵，咱来去求上天，即个诸天神圣互咱保佑吼，所以就是讲，互大愿小愿就安尼来比啦，讲只要你若敢互我这会顺遂所以讲就无少代价但是有当时嘛是当然有足济同我迄个。大愿小愿啦，讲若过去我安怎即个代志会当顺遂我就要安怎就对啦搁到尾就袂输讲咧开支票，但是有当时过去来是牵较支票但是嘛是有足济讲有照愿咧行啦所以即个夫妇平平凡凡一切种种的过程遇上机会，人生真假，看即个关系人生的真谛，不只是这两个所以咱老师有甲咱讲，咱好学恩师有甲咱开示讲人生是足无常的无常的世间移花万境，就爱会当看破但是爱惜透这是一场梦。使讲道理，若是伫即个移花结冰当中，寒冬无请，那安尼你出生就是即个命运来牵咧走死就会当转境所以而且就是咱有一个邯郸医府就是较早有一个师生伊伫即个邯郸即个所在伊是足落魄，总伊足有学问，但是伊无去互重用，所以有一工行到一个所在有一个仙人就讲即个仙人摕着枕头伊讲你枕头爱困你想要啥物愿望，就拢会当达成伊即摆就开始倒来了，就开始办讲互伊即摆考着高官做足大个官而且咧就是讲足富有诶钱足有诶而且搁娶足济个某但是到尾伊去互陷害，去互坐家虽然到尾有出来有是讲监管伊诶即个冤情但是无偌久享受姻缘，无偌久算讲时间较歹用，算讲离开人世间所以讲伊伫梦中梦到安尼时阵，伊就形容去互真实迄个仙人因为对是咧做迄个较早有迄个黄粱就是一种敢若上五国的一种要煮伙要请伊要请伊食饭。叫伊请的时阵，即个黄粱袂煮熟啦所以伊伫遐较体悟着讲咱世间的圆滑就是讲名甲利咱拢其实迄拢是迄种幻有的啦所以讲这是拢虚华假景所以咱世间人人生是足无常的而且即个功名富贵是讲一转眼一转眼就成空所以而且老师较甲咱讲咱着爱认清真假，看清着关系，人生的真谛，不只是命运这两个第二段咱搁来谈一遍当你结婚而派孝伦，他打是地，正是本分，实在成困个人根本，谦虚大量，必应平顺。天各循环，天福大运，天那命茶换今日缘分相会即时阵，百鬼心头问道理，罗明理通该是运。讲三年一份好代照，咱爱脚踏实地，才是本分
嘛有甲咱开始讲道是离会啦吼，道就是安怎呢？老实食饭，老实修行，老实困。什么时阵该做什么代志，咱家己爱做清楚。所以修行的工，修行的功夫就是这样，就是讲咱的生活，生活做事就是爱有规律。所以踏踏实地做咱该做的，这是咱的本分所以常常咱看到有当时，我老是食饭，老是困，这比较简单，其实有当时也无简单。你看咱即仔即个社会，咱只是手机一个比。图图的手机、电脑，什么 YouTube，影片很多。其实呢，学校，以学校来讲，伊学校对中对从细汉算讲爸爸伊是读日本教育，所以对日本话开始做有兴趣，所以咱有当时会去看日剧。有当时嘛是会迷咧，迷你甲有当时看了伤晚看到安尼有当时要12点5要1点去啊想到咱甲想到讲，安尼都袂使呢。所以讲咱有当时想着讲，老是食饭，老是困，老是修行，有当时咱想做简单的其实有当时无简单，这就是讲有当时咧考虑咱的即个定力啦所以呢，互咱做会起咱过去咱做平凡师。咱责任大学做平凡师伊即句话互较到即种遐做会负责。伊时常咧讲，时常咧念啦伊讲啥物学做道，道就是知者知者即句互较常记着。所以讲伊所讲的知者知者，其实就是像咱老师讲的，咱着爱老实食饭，老实修行，老实就是爱，就是咧讲咱着爱踏踏实地这就是咱的本分成本做人这是咱的根本咧因果循环，善恶财运看金计两无差半分其实无差半分所以呢，咱人的一个动念这老师，这本来是老师甲咱开始讲，咱人动念是咱一个念就是有一个念恶念，拢会受着上天的感应所以咱的因果就是对即个动念来的咱的心呢，咱心若是善，咱就是天道；心若是嘛是会当做地甲心若是恶的时阵会当就是地甲所以讲心会当做有做嘛会当生魔头啦所以因果循环善恶在咱家己所以咱爱秉持咱家己的念头这是老师甲咱开示的所以讲老师而且嘛是讲因果循环善恶是在咱家己今日缘分相会日即时阵拍开是头运，多名利通，该时运。咱过去呢，老师甲咱讲，今日缘分相会日，相会日即个时阵，咱过去是迄种一师传一道所以讲就是咱是一个来求道的时阵，拢会讲，讲师们讲咧道不传有年间所以讲咱即届呢会当做幸运，伫即个6万年来会即一次。国唯一一次嘛是最后一次的即个大开普渡，就是咱每一个人都会当修得利着修所以讲，这实在真正非常的即个做无简单所以讲，咱着爱做去把握自然呢，老师有甲咱讲讲伫即个逆境当中。其实是足折磨、足痛苦啦。但是呢，咱当下转念，把无好的心境来转出来念头若转，就会当心平气和去扭转的环境。若无咱的心就会去困住的啦所以其实就是上较拄开头较所讲的讲，咱就是爱依
心就是像咱讲，咱老师甲咱开始的讲，咱修道办道，到尾啊就是要放下一切自我的执着，就是一切我的执着，遮的喜怒哀乐，咱拢会当放下，恢复本来纯净的天心，咱的心会当恢复清净，平静，那安尼咧，咱的道明利通，咱就会当解时运，咱的心甲心就袂去即个环境倒来困住啦这是就是互较简单的回廊解说而已咱即摆就来请咱的圣哥二弟甲咱唱一条新歌。